見證 fans 跪地求婚 ，Eason 話錫老婆會發達啊 ！Eason 可以唱歌，因有着你，跟我一起，親愛的你。 Eason 可以吹水，你留咗鬚好似外國人，Eason 仲可以用嚟做見證人啊！我希望你嫁俾我。哇，好感動，好幸福啊！是咁的 ，Eason 尋日喺同基開新歌祝捷會，大會就請咗早排用 Eason 歌示愛嘅得獎男 fans 上台，點知男 fans 忽然轉身食個3分波，大隻戒指，Eason 可唔可以送上祝福啊 ？Eason 都話感動啊，仲話錫老婆會發達添。既然你都講出口啦，咁就多口問一句啦，你錫唔錫老婆啫？大家啲電視劇係咁講，我咪跟。電視劇，我都錫嘅。女士應該係要錫嘅，例如開門啦，車門幫女士開門啦，開車門啦，拉凳啦，因為唔係好方便啊嘛，着裙高踭鞋咁，呢啲係好應該有嘅男士嘅風度咯，都唔係淨係對太太嘅，即係你對任何人都應該要啦。就咁聽 ，Eason 真係好男人喎，阿取好幸福啊！